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2章，大支族责任的位置。上主阁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：以色列人拢着照家己支族的大旗甲宗族的记号，伫会幕的周围会幕责任，东边日出的方向，采犹大支族的大旗。犹大的军队伫遐责任。阿米那达的囝拿顺做首领，人数74600名。伫因边仔责任的是以萨迦支族苏亚的囝拿坦业做首领，人数54400名。过来是西布伦支族希伦的囝以利亚做首领，人数57400名。属犹大区的人数总共186,400名，因做头出发。南边采路边支族的大旗，路边的军队伫遐责任，是丢尼的囝以利属做首领，人数共46500名。伫因边仔责任的是西面支族苏利沙代的囝示罗密做首领。人数共59300名。过来是迦得支族丢尼的囝以利亚撒做首领，人数共45650名。属路边区的人数总共151,450名，因做第2队出发。会幕甲利未人就伫前2大队甲后2大队的中间。因安怎责任，就照迄个次序起身，大支族就对因家己支族的大旗前进。西边采以法莲支族的大旗，以法莲的军队伫遐责任。阿米弗的囝以利沙玛做首领，人数共40500名。伫因边仔的是马拉西支族比来属的囝加玛列做首领，人数共32200名。过来是便雅悯支族基多尼的囝阿比但做首领，人数共35400名。属以法莲区人数总共18100名，因做第3队出发。北边采但支族的大旗，但的军队伫遐责任。阿米沙代的囝阿希以舍做首领，人数共62700名。伫因边仔的是阿谢支族俄兰的囝帕格做首领，人数共41500名。过来是拿弗他利支族以南的囝阿希拉做首领，人数共53400名。属但迄区人数总共157,600名。这大队就对因的大旗最后出发。以上是以色列人照因的宗族伫营内照因的部队统计的人数，总共603550名。毋过利未人无算在内，是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。以色列人照因的宗族、家族，对因大支族的大旗责任出发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。